此后2022年7月初10，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约书亚记》第8章30节到35节。迄时，约书亚伫以巴路山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一座祭坛，是照上主的仆人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命令，照摩西律法一切记载的，用无经过铁器拍过的规粒石头起的。因伫即个坛顶献烧法祭甲平安祭予上主。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的律法抄写伫石头顶。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本族人也是外族人，拢甲因的长老、官长以及审判官，徛伫约柜的双边，面向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做祭司的，一半面对基利心山，一半面对以巴路山。约书亚照上主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命令的，甲以色列人民祝福。然后约书亚宣读律法一切所记载拢总祝福甲咒诅的话。摩西所命令一切话，约书亚伫以色列的全体会众、甲妇人人、囡仔以及因中间的外族人的面前，无一句无读。以上愿主照咱所听读伊的话，领受祝福也是咒诅。有一句话讲：乐极生悲。乐极生悲是咧讲着人伫欢喜告急的时阵，若发生悲哀也是悲惨的代志，迄是极介大，对大欢喜变成倒是大忧伤。就好亲像爬山已经爬到伫山顶尾溜，煞无义务去互跋落伫山坎下，真做极介大的对比。以色列人因过约旦河，当因攻占耶利哥城，通讲得到空前的大胜利，这互因非常的欢喜。毋过接续当咱读到即个战争应该是爱诚顺利，哪亲像是桌顶年间轻松容易的代志。就是伫这爱城的征战，因有派探子回报讲，迄所在的人真少，所以只要派2-3千人去拍就够额。约书亚就派大约3000人去攻打，结果输甲惨，阁枉死36个人。迄阵换以色列人惊甲神不附体，后来查明是因为因早前攻打耶利哥城的时，犹大支派的亚干偷摕即个原底着爱毁灭的战利品暗藏，致使上帝大受气，也连累以色列人受灾殃，就反倒转去互对敌拍赢。当处理完即个犯罪事件以后，约书亚又改变策略，上帝也容允因通留即个适当的战利品。以色列人伫杀赢爱城甲庇利联军有得到后来的胜利。大圣，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伫第7章的1节到5节，遮讲到着因起初攻打爱城是失败，因为亚干摕应该毁灭的物件，致使上帝对以色列人发大受气，也互以色列因的即个攻占爱城是大失败。第二段是约书亚甲上主的对话，伫第7章第6节到15节。约书亚求问上帝为甚物因会失败，上帝回答：因若无圣洁，就会失去上帝的同在，
而且会伫对敌的面前徛袂牢。上帝有交代约书亚用抽签的方式来找出指向亚干甲毁灭伊以及伊一切的物件，就通来化解上帝的受气。第三段是列出亚干制裁之灾，第7章的16节到26节。约书亚照上帝所讲的方式，用抽签一言过一言来抽，落尾抽到犹大支族的亚干，用安尼，互以色列人也信服，也互亚干无话通讲，只好讲伊有摕一领来自巴比伦进口的水衫，阁有2公斤的银，甲半公斤的金条。衫当然是爱烧掉，金甲银是经过洁净以后爱送入伫上帝府库。总是亚干去贪约伊私藏这物件，毋但害整个以色列民族互上帝受气，最后毋但家己无命，连伊厝里的人甲属伫伊一切的物件，也拢爱受毁灭，真正是惨歪歪。第4段是第8章1节到29节，这段较长，是讲到以色列人因搁一摆攻打爱城得到胜利。约书亚即摆采取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的策略，大声假做是兵败逃走。等爱城甲伯特利的联军出城以后，因另外一队对后面来包抄，先烧毁因的城，了后全部甲对敌灭掉，得到完全的胜利。第5段是伫第8章30节到35节，这个所在讲到约书亚宣读律法册所记载祝福甲咒诅的话。约书亚攻打爱城以后，就照早前摩西所吩咐的，因来到伫即个迦南地中部的一座大城示剑。伫迄所在，因点以巴路山来起一座祭坛敬拜上帝。了后也将律法的精粹抄一份写伫石头顶。上界重要的就是甲以色列人分做2半，一半徛踮代表祝福的基利心山，另外一半是徛伫即个以巴路山。基利心山因为即个山坪山顶较青翠所以象征上帝祝福。若是以巴路山呢，是山坪山顶较风凉所以代表上帝的咒诅。约书亚伫遮宣读律法册一切关系祝福甲咒诅的话。约书亚记第7章到第8章对咱的教示，大先咧讲到圣洁，圣洁是上界重要的生命品格。以色列人比即个迦南的原住民，也是讲先住民，是加真万九伫迦南的所在。若是安尼，以色列人凭什么讲遐是上帝应允要赏赐互因的产业地，因就通攻占迦南地，搁甲遮个迦南人杀害也是赶逐。因发动一场过一场的圣战，毁灭城市，杀除甲赶出迄所在的人。咱若用今仔日国际的即个战争法，也是讲人权的标准，咧看古代的战争，
咱会感觉讲这诚残忍，也无拄拄咱会当认同即种赶尽杀绝、强抢人土地战争的行为是对的。当然，咱也袂当完全用咱的标准甲角度去看古代，也是任何社会，是毋是文明，还是野蛮。当然，嘛有一寡是叫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毋管伫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去放伫任何个社会，拢通适用的。亲像咱也真看重孝道友好父母是大人，咱嘛真尊重婚姻的神圣，咱嘛重视性命、财产等等。照圣经记载，摩西、约书亚的时代，迦南人因迄款淫乱献祭，尤其是献家己的儿女做活人祭，致使即个社会道德败坏告急。即款的迦南宗教社会，是上帝极其厌恶的社群，也是上帝无可容忍，要对因来检讨。战争甲大型的天灾，有时阵是上帝对人类刑罚的手段，也是方式之一。伫迄时阵，上帝就是透过以色列人因攻占迦南地所发动的战争来刑罚迄当当时迦南的正民族。咱嘛知影，后来以色列因伫南北国去互即个亚述甲巴比伦先后甲因灭国。以色列人因嘛承认这是来自上帝的刑罚，是因为因的罪孽侵动致使上帝不得不透过对敌出手公义的行为。所以伫人类的历史背后，咱也爱找求上帝的旨意甲上帝的作为，这才是历史的目的甲意义。话讲倒转来，咱看圣经，约书亚甲以色列因前后用7年的时间攻占迦南地，总共记载有打败30个王。这中间并毋是每一场的战役甲代志的过程，拢详细记录伫圣经的内面。所以会记载伫圣经内底，绝对是特别重要，佮相当要紧的部分，有伊特定的目的、价值甲意义。攻占耶利哥城，得到大胜利成功，也是攻打爱城起头大失败，后来转败为胜。这咧说明，咱做上帝儿女也是基督徒的。当咱成功的时阵，咱爱心存感恩的心，归荣光互上帝；伫咱失败的时阵呢，咱也爱认罪悔改，汲取教训，重新振作，靠主得胜。千万毋通伫成功得意的时阵，夸口讲这是家己的熬；伫失败不如意的时，就怨天怨地，怪上帝耶稣无保庇。约书亚第5章咧讲，以色列人去到伫吉甲受割礼，了后第6章就讲因攻占耶利哥城，第7章到第8章讲攻打爱城。爱城的失败甲逆转，其中有穿插亚干的故事。第8章用伫以巴路山宣读律法册的祝福甲咒诅做小结。贯穿伫遮个故事，其实归纳只有2大点。第一点就是讲，这个战争并毋是干那是以色列人的战争，搁较是上帝的战争。第二点呢，咧讲到着上帝爱以色列遮个人呢，诚做伊圣洁的子民，就是透过守割礼，无应该留毁灭要献互上帝的物件，
也爱遵守律法，才会当得到祝福。若无守律法，会受咒诅等等。这拢是圣洁，也是讲清气的要求。咱伫读利未记的时阵，已经有清楚的查考甲认捌伫这所在，就无搁讲伤济。上帝是圣洁的、搁神圣的上帝，所以属于上帝的人甲物件也拢爱归主做圣。保罗教士也勉励提摩太讲，人若洁净家己，离开这个粗俗的事，就会诚侪贵气的器具，圣化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伫这所在讲到着圣化互主人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是翻译做诚做圣洁，下伫主用。只有圣洁，才会堪得互主来使用。所以圣洁绝对是上帝子民，是基督徒上界重要生命的品格，这也是咱绝对着爱看重的。第二，伫遮咧讲到着应变能力比经验比传统更较实际。以色列人因起头伫攻打爱城的时，包括约书亚也采纳探子回报的意见，因根据过去遮的经验做判断讲，迄所在人真少，只要派2、3千个就够野。结果惨败。因的大失败的原因，除了亚干犯罪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外，其实也阁有因过头的轻敌甲无大声求问上帝。后来约书亚就做修正，包括解决亚干事件因有认罪悔改的即个代志。了嘛有求问上帝，阁有改变战略。因原起头一摆是派大约3000人，但因派出3万个大军，对着时局战场的改变调整作战的战术策略，这就是应变能力。应变能力是一种比较较灵活的智慧，若是经验是倚靠知识所累积出来。虽然智慧甲知识拢平平重要，毋过伫实际应用的顶面，有应变的能力、有智慧的人，往往是比干那靠经验知识的人会更较有法度来处理好代志。约书亚虽然伊是一个真有经验的老将军，毋过呢，伊也是一个有灵活的智慧来应变瞬息万变的生死战场。落日操盘、摆布、套动，大材大用。咱来看福音书，伫福音书中间，犹太人、经学教师也是法利赛派的人，经常也用传统安怎讲安怎做因的标准来咧质问耶稣。毋过主耶稣也往往用智慧的言语来解说有约的律法，互咱也感觉诚趣味阁真神奇。像咧解说安息日，守安息日，主耶稣讲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毋是人为着安息日咧活。人主也是安息日的主。当然，咱也爱捌传统，也爱累积知识经验。毋过呢，咱毋通过头，互传统甲咱绑死死。也求主赏赐，互咱有智慧，会晓变巧，有应变能力，伫人生的战场靠主征战，也靠主得胜。第三，听叹上帝得到主的祝福，听叹上帝得到主的祝福。亚干非常可恶，为甚物？因为第一，伊明知袂使得，毋过偏偏去做，明知故犯。约书亚伫耶利哥战役的以前，就大声交代真清楚讲，袂当摕任何
着毁灭的物件。阿甘偏偏就是要偷摕起来藏。第二，阿甘伊藐视上帝，伊毋听从上帝的话，这是上帝亲自颁布的禁令，伊当作是无要无紧。第三，阿甘贪心蒙蔽良知甲信仰。耶利哥的金甲银是爱圣化归主做圣，毋过伊因为贪就偷藏属伫上帝的财物。另外，伊也看介意一领巴比伦的水衫，即领衫毋若是伫当当时真名贵、高尚、阁水的进口高级货，而且也真有可能是用伫迦南宗教祭祀得穿甲拜偶像直接有关的，就是即领衫搁较需要毁掉。毋过阿甘因为贪心偷藏，所以就致使犯罪。第三，阿甘认为讲，伊只是做淡薄仔歹代志，并无啥物大不了，反正嘛无差一个。何况伊做遮代志时，无人看到，所以无人检举，伊嘛认为讲就无代志，无拍算，上帝拢看在眼内，而且一清二楚。第五，阿甘真做连累以色列军体的鸟鼠仔屎，是一个大罪人。罪可怕，是因为罪有遗传性，阁有传染性。致使整个以色列失去上帝同在，无上帝保护，因也受罚。第六，阿甘伊拖累某囝对伊受死。上帝律法嘛真清楚讲着讲，老爸所犯的罪，囝儿也无必要来承担；囝儿所犯的罪，老爸也无必要去担。这就是像咱的话咧讲，各人做业，各人担。毋过，咱对阿甘的亲人甲伊的一切受牵连，拢遭灭。咱通推测讲，伫阿甘犯罪以后，伊的厝里的人毋若知情，而且嘛有可能赞成伊安尼做，也诚做强无暗砍证据，致使因也爱当受刑罚，出名而死。这实在是真歹，阁是真歹的示范。借着阿甘犯罪的事件，约书亚也爱以色列的人千万爱谨记在心，就是爱敬畏上帝，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着尊主做大，尊主做圣，也着爱遵趁上帝律法教示的话，才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来享受上帝赏赐予因丰盛的福气甲产业。愿咱洁净家己，诚侪圣洁，互主使用，诚侪贵重的器具，敬畏上帝，顺趁上帝，就通领受上帝的祝福，也透过咱诚侪家庭、教会、社会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将圣经宝贵的话赏赐予阮，伫阮咧读，伫阮咧思考中间，圣神也开启，互阮来认捌上帝你的真理，也互阮知影阮着爱诚侪圣洁，才当做主你下用的器具，也互阮无因为个人的贪心是做缘故。来拖累着家庭、教会甲社会，也互阮会晓得认罪，悔改伫主你面前，求主你也帮赞，互阮伫遵趁你的话中间，阮也要受主你的祝福，上时阵也通过阮来祝福伫阮的家庭，也伫阮的社会甲国家，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